来关心屏东的马家乡沙拉湾水墙第三中道发生堵水的意外，是一个34岁菲律宾查某移工，伊伫耍水的时无细致滑落水，消防人员赶去救，5点钟后有找到，已经不幸过往。屏东县消防局拜三中道接到报案，有3个菲律宾籍游客到台湾村的沙拉湾水墙佚佗，其中有一个查某人无细致落落水，马上出动5车10个人去潮吹。 15时17分，消防人员抵达瀑布处。16时36分，以空拍机确认溺者位置，人员随即下切接近。17时43分，将溺者拉至岸边，已明显死亡，后续交由警方处理。 根据了解，游客有3个人拢是菲律宾籍，受邀到马家乡台湾村附近水墙佚佗，想要到屏东山区最近一直落雨，结果溪水暴涨，34回族人去疏不熟悉地形，和窜流的溪水冲走。附近民众看到赶紧报案来救人。内埔警分局表示，沙拉湾水墙伫马家乡旧排湾部落正一山区按申请入山证，不过即摆3个人拢无申请。部落族人是表示，最近山区拢落雨，而且沙拉湾水墙是部落圣地，当地人是较袂去这所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